今仔拄啊开学，不过嘛当时是流行感冒甲诺罗病毒的流行期。虽然去年永康国小至少2-3成学生，大约400-500位拢有注疫苗，不过为了惊学生开学以后无意中交流病毒，所以伫社会局的引荐，台湾普利关怀协会联合立委林俊宪、议员蔡小伟甲朱正轩的服务单位，捐赠2万的催安予永康国小。希望予全校学生有完善的保护，加上有协会承办澱市第3区的食物爱心银行今年入厝，所以嘛用催安甲厝边结缘。庆祝呢，我们食物爱心银行第3区分行的乔迁之喜，我们搬来成为你们的邻居了哦。所以我们就在就近，所以今天是乔迁之喜，我们特别准备的口罩呢，跟大家结缘哈。第二个目的呢，也是因为口罩呢，我们希望抛砖引玉，让大家知道社区卫生的重要，以及我们小朋友未来主人翁身体的重要。流感的这个延烧啦哈，那再包含还有诺罗病毒哦，这个对小朋友来讲哦，如果抵抗力比较不足的哈，有时候一个就影响全班的哈，那全班就会影响大家上课的品质。所以谢谢我们的普利关怀协会，把这个爱心送到校园里面来。说透过今天这样的活动，一方面我们把食物银行这样做爱心实事。这样苦干实干的这个精神呢，我们把它发扬出去。那一方面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疫情，那一方面也希望小朋友可以有机会一起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食物银行，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有限的物资，再透过食物银行这样的平台去整合、去分享给所有的人。面对这份爱心捐赠，毛校长相当感谢，期待有效控制疫情。因为流感产生的并发症引到肺炎的部分，其实在我们校内其实数量也算有一定的比例啦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口罩真的能让小朋友的这个防止传染疾病的疫情的一个扩散或是说自我的一个健康的保护。这摆公益行动，台湾普利关怀协会除了捐催安建立健康安全校园，透过分享食物爱心银行的资讯，也要让学生有机会来体验一日的店长传播爱心，同时让弱势家庭会当知影申请的管道，向社会大众展现无私的关爱。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